第12章，这时有几万人聚集，甚至彼此吞踏。耶稣开讲，大声对门徒讲：恁着提防法利赛人的教，就是假冒为善，遮坎的事无露出来，隐藏的事无互人知影。因为安尼，恁伫暗中所讲的，特别伫光的位互人听见；伫厝内暗虚空所讲的，特别伫厝顶互人宣扬。我的朋友，我对恁讲，迄个杀身体以后，袂话搁做什么的，毋免惊因。我要指示恁着惊的是什么？着惊迄个杀了以后，搁有官兵血伫地狱内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正着惊的。5个赤鸟啊，毋是卖2分银吗？总是伫上帝的面前，一个也无袂记得。就是恁的头毛也拢受烧过，毋免惊，恁比真侪赤鸟啊搁较贵重。我搁甲恁讲，凡若伫人的面前认我的，认主伫上帝的使者面前也的确认伊；伫人的面前毋认我的，认主伫上帝的使者面前也的确毋认伊。凡若讲话干犯认主的，犹通得到赦免；独亵渎圣灵的，总袂得到赦免。人带恁到会堂、甲官府、甲有权柄的人面前，毋免思虑怎样分数，讲什么话，因为拄迄时阵，圣灵要指教恁着讲的话。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对耶稣讲：先生，请你吩咐我的兄甲我分开家业。耶稣讲：你这个人，一嘴立我做恁判断事的官，甲恁分家业呢？对安尼，对众人讲：恁着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性命不在伫家道丰富。就用譬如对因讲：有一个财主，田产丰富，家己心内思想讲：我的出产无所在收藏，怎样办呢？佫讲：我要安尼办，要将我的床房拆去，另外起佫较大的，伫遐通收藏我一切的粮食甲财物。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讲：灵魂啊，你有真侪财物积存，通做侪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食啉快乐吧。上帝却对伊讲：无知的人啊，今暝我爱你的灵魂，你所有备的要归一罪呢？凡若为家己积财，伫上帝的面前却无富足，也是安尼。耶稣佫对学生讲：所以我甲恁讲，毋通为生命忧虑，食什么；为身体忧虑，穿什么。因为生命赢价伫啉食，身体赢价伫衣裳。恁想乌鸦，也无种，也无收，佫无有尺寸，佫无有库，上帝尚请养活伊。恁比白鸟是何等的贵重呢？恁倒落一个会用思虑，互享受多加一刻呢？这个第一岁的事，恁尚请袂会做，为什么要思虑其余的事呢？恁想百合花怎样发起来？伊也无着磨，也无芳泽，
总是我甲恁讲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阵，伊所称治的，也毋得着这个花的一蕊。恁这个小信的人啊，旷野的草，今仔日搁伫咧，明仔日就歇伫落来。上帝要互因即款的状态，何况恁呢？恁毋通求食什么、啉什么，也毋免挂心，这拢是外邦人所求的。恁的确着欠用这个物件，恁的爸是知影的。恁只要求伊的国，这个物件就的确加互恁。恁这小群毋免惊，因为恁的爸乐意将国赐互恁。你着变卖所有的，真济送向人，为家己有比用袂歹的钱囊，用袂完的财宝伫天顶。这就是贼袂为君，虫袂为蛀的所在。因为恁的财宝伫倒落，恁的心也伫倒落。恁的腰着下大，顶着点倒，家己亲像奴仆听候主人，对婚姻的宴舍顶倒来。一来到拍门，就立刻甲伊开门。主人来了，看见仆人警醒，迄个奴仆就有福气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主人的确叫伊坐倒，家己下腰大，进前侍候因。或是二更来，或是三更来，看见奴仆安尼，迄个奴仆就有福气。家主若知影贼什么时阵来，伊的确警醒，无用阮贼乌头帮厝。这是恁所知影的，恁也要有备，因为恁想袂到的时阵，人子就来了。彼得讲：主啊，这个譬喻是为阮讲的呢，是为众人呢？主讲：一位是迄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，主人派伊管理家内的人。照时分米粮互因，主人来到，看见奴仆安尼行，迄个奴仆就有福气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主人要派伊管理一切所有的。迄个奴仆若心来讲，我的主人的确来得慢，就动手拍伊的奴仆甲侍女，并且食啉醉酒。伫伊想袂到的日子，毋知的时阵，迄个奴仆的主人要来，重重的处置，定伊甲无忠心的人同做。奴仆知影主人的意思，却无有备，阁无顺伊的意思行。迄个奴仆的确着多受责拍，只有迄个毋知影的。做了着受责拍的事，的确少受责拍，因为做互一罪的，就向一罪做体；做托一罪的，就向一罪做爱。我来要将火歇伫地上，即使若已经倒起来，无也是我所愿意的吗？我有着受的水，也无有成就。我是何等的迫切呢？恁掠做我来，是互地上太平嘛？我甲恁讲，毋是，就是互人纷争。对打以后，一家5个人得要纷争，3个人甲2个人相争，2个人甲3个人相争，老爸甲囝相争，囝甲老爸相争，老母甲查某囝相争，查某囝甲老母相争，大家甲新妇相争，新妇甲大家相争。
耶稣阁对众人讲：恁看见西边起云彩，就讲特别落一阵雨，果然就有；起南风，就讲特别大雪，也就有啦。假冒为善的人啊，恁知影分辨天地的气色，怎样毋知影分辨这个时阵呢？恁又为何无家己心量？什么是合理的呢？你甲故你的对头去见官，要伫路呢，就出力会甲伊了结，惊了伊拖你到官的面前，官交付车爷，车爷将你落伫监内。我甲你讲，若有半分钱无还清，你断断袂对遐出来。